为山，为水，为玲珑。欢迎这么多的人蹦恰恰。白色色，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！欢迎咱全球华人世界朋友来到真实观咱上到气质的电视台、公共电视台上个好看节目，为山为水为玲珑来讲台语世界通。最近坦白讲呢，小弟较无闲啦，播出的时间咧看，拢8点咧无闲啦。最近就要演一个每一个音乐剧吼，哇，我本人演查某的啦，哇，这搞啦，那这个好。这搞啦，查某拢有你欢喜啊，你莫讲无机会。我半过我出场，观众看者爱一声呢。哎呦，出场迄个啦，哦，啊，演啱老师嘛有演啦，哎呦，是阮阵特别讲演啦哎呦吼，啊是个，这个买票啦，哇，一定来，一定来。我是演一这个卡拉 OK，嘛毋是讲妈妈送啦，就是伫遐住真久啊啦。嗯，内面这句台词，使我家己演的人非常的感动。有我伫，有这间店伫，恁要转来唔照一个家。哇，伊永远甲这过去的这小姐，当作是敢若家己的查某囝共款。所以这个剧演了吼，我原要往生呢。刚刚伪装啊，为2点钟。但是，原来是要来讲台语的。对，那要来学台语文，咱来介绍台语文的专家陈安祖老师。为山为水为玲珑，两人表演永难忘。大家好，我是安祖老师，欢迎收看咱的节目。大家成功就是我上大的快乐。老师，你知因两人的关系无？一个炮啊声，一个夜市人生。哦，但系真正吼，翁生某大目睭牵电线，逐日英雄猛相看安尼，哇，够欣赏的。好了，既然那个翁仔某就好办，是，请要请你介绍恁无？哎好，我尽量吼。你请我甘，我随意哈。我要介绍的这个人吼，伊叫做白狗。哦，白家鸡哦，白家鸡，拍摄，白家鸡，唔是哦，白家鸡。白家鸡，老师，我能读对无？当，白加起，起哦，起，这个是文音爱读起，伊早落起拢是女人穿的衫，吼啊，所以这古册拢有啦。加起，白加起，好，白家鸡，好，介绍的这个人叫做白家鸡，继续。介绍这个人，咱两个无熟悉，我熟悉。大家拢知影，伊真拍表咧做工课啦。我就感谢伊，因为伊一直伫我的心目中拢是我的女神。女士，伊替我生一个后生，生了足缘投的，阮某嘛生了足水的，上重要的是，伊就是我的台语老师。所以，观众朋友若是听我的台语无认得，就是伊教的。观众朋友，对。伫你介绍员咧无够详细，包括伊个性啊，伊平常时对你安怎，你也讲阮了解一下。伊上重要的特色就是一十年。你就讲天鹅菜龟，阮就知啊。天鹅菜龟，什么意思？天鹅菜龟跟咱这菜龟无共款，你去天鹅菜龟，伊有一零安尼，做10个，做10粒。10年，我会甲你念袂念？系啊，毋过拢是为着我好啦。敢念念？你去阮兜试看觅。是安怎？就恐怖的感觉，听袂出来。阮兜是录音带，毋捌换过。赶快的代志，一直讲，一直报。这长都是无道理。
你即摆知影你外形吼？我知影，多谢讲过。有啥物要补充的无？补充的哦，水某，我爱你。哇，换你介绍，恁先好生。，阮翁伊叫做吴东岩安安是不是安？岩来，这问题吼，我认为是眼，但是不是我唔知老师？眼干眼语嘛，干哦眼语，台湾干眼语，谚语有无？嘿眼语，吴东岩啊，你的名？吴东岩白家起白白家起白家起，唔通读吴宗眼，吴宗眼，吴东岩。嘿，来，过来，虽然讲伊减我5岁，那也毋过踮咧厝的拢是伊咧照顾我。小等小等，诶，够筋骨的，北京高义，某大姊坐金高椅，我讲的是另外一种，我知啦，我安怎照顾？因为知影我自细汉拢足辛苦的，我真细汉时阵就开始做工课，趁钱饲鸡，踮咧有厝饲鸭无？饲鸡鸡啊，一个大对厝内人，嘿，所以伊拢毋甘互我做家事哦，家内事，毋管是洗碗啊、洗衫啊、撸头骹，拢是来照顾。像你贴条什么有来仔，哎呀，要做吹。而且我生囝以后，伊会当家己一个人照顾囡仔，规工拢无问题。拢无啊，困诶，互困、饲奶、换尿珠啊，完全无问题。哇伊就是新后男照 super Super husband，Super husband， ，her father，所以是伊嫁互你的嘛，毋是毋是，有照安尼讲起来啊。因为除了踮咧厝内代志做了就好以外，伊嘛就拍拼咧做工课。对对对不，管是拍戏、去就节目，伊拢真愿意付出，而且逐个月所有的薪水直接互我。哇，查甫人是安尼啦吼，那所有薪水拢互补的，一定拢有问题。有啥问题？哎，碰个你袂当甲你的代志拢讲，啊，你的所有的薪水敢毋是哦，数啊？不是，大家交换一下就办。你知伊拢影偌济嘛，对不对？伊会贴定，伊是领现金，嘛是用汇毋是，是公司直接回互我。啊，对嘛？这汇才有才有代志嘛。是安怎？安怎讲？我甲你讲，你莫甲讲，你莫好知。好好，啊，毋过你安尼讲，伊拢听有咧。你学过一遍啊？伊会甲公司讲好讲，这切刮起来，啊，剩的汇我无爱遐才好我，你嘛知啊？哦，没啦没啦。碰过，你敢知影？咱两个是同一个公司的。这我无法度啦。这是真美满的家庭。对啊，伊连对我的两个查某囡仔拢足好诶，拢当做家己生的共款的照顾。了解。啊，有要搁生无？阮逐工拢咧祈祷，看上帝有要互阮第四个囡仔无？诶，大家拢拍破嘴咯。加持咧，加持咧。哦，只希望真紧听到你的好消息。哦，谢谢碰哥。啊，你莫紧张，因为是袂甲你小木头拍，永远对唔卡拍片稳稳。来，今日要来考第一题目，你有咧煮菜无？有咧煮菜，也毋过伊煮煮菜时阵袂念出来，这是啥物菜？对对对，今日要考真简单，拢是蔬菜。蔬菜，哇，有咧食啦，有咧煮，啊，毋过真正袂晓伊无共款哦，对吧？华语甲台语无共款。对，我讲华语，你讲台语。好，来，卡落来。我说南瓜，南瓜，我知，我讲金龟，对啦，金龟。我说胡瓜，我讲瓜哥好，拍摄碰过这职业病啊。瓜哥好，马对啊，你有甲瓜哥主持节目吗？对对对，台湾 No.1 菜名。菜名哦，太真了。我说胡瓜，我讲不啊，胡啊对唔对？唔对，对。哇对对啊，对，较长啊，先，哎下回内底有字有无？会使写下。我说胡瓜，我讲气鬼啊，哎，是。
你这有够简单的啦。我真正唔知影呢。啊，你的家属你咧做，来，我说红萝卜啊，哦，我讲红头菜，咁咪红使做菜头，红菜头，红菜头，红菜头，有人讲人是日语，你人呢是日语，说是个，啊，即马变大家讲红菜头，讲个关系，菜头较粗啦，啊，人呢较幼，啊，即马拢甲叫菜头甲红菜头安尼。系了解。我说豆芽菜，豆芽菜，菜刀啊，豆菜。耶，简单。这两个我会分不清楚，菜刀啊和豆菜。菜头是长长规条的，哦，这个叫四季豆，哦，四季豆啊，对啦，那叫菜刀啊。哎啊，，我讲这叫豆菜。对，豆菜，我学到啊，我学。来，我说葫芦啊，葫芦不啊吗？不啊你家己有啊？不啊，不啊，不啊。你而且你叫我补啊？你啦，你在答案呐？啊，我讲不啊。哎，对嘛，唔得对。好来，愈来愈困难了吼，这条一绝对又袂出来。接吗？我说香菜，哦，够了，我怎样啦？好我怎样？够了。盐水，盐生是咧洗便座的，盐水，盐水就对啊。盐水，天哪！一时是得头我讲袂过。到盐酸啊吼，大家帮做参考啦哦。盐酸啊，这个月其实两种无共的物件，洗便所爱用盐酸啊来洗。对，毋过咱有时咱去买迄果汁嘛叫盐酸啊哦，什么是盐酸啊？桑葚，肾，桑葚嘛叫盐酸阮来啊。讲，阮来讲生水啦，生水嘛咱叫盐酸啊，所以伊的话咱甲补充一下。安尼大家啊，安尼了解一项啊。你这条较困难，哼，我说豌豆啊，我讲豌豆。我说豌豆啊，面豆啊，冰岛啊，是吗？什么豆啊？我是唔知。一种长长安尼差不多安尼尔，免皮边爱洗我起来。晓得啊，我晓得啊。嘿，我说豌豆啊，我讲荷兰豆。嘿，荷莲豆，荷莲回莲豆，豆，荷莲豆，回莲豆、甜豆拢会使啊。好像一种腐烂的豆子。荷兰豆。荷兰呐，荷兰。荷莲豆。荷莲，荷莲豆，荷莲豆我看你外面你甲人摸手啊。我我说小黄瓜，真正唔知影。这个有点，这真的有困难。我说小黄瓜，我讲龟啊泥，鬼啊泥，桂安对不对？对，几啊年对，你说我不下在呢，因为这拢是黄瓜啦，啊大细无共啦。哦，大较大粒的叫七鬼啊，西瓜啊，啊较细条叫瓜啊泥。哦，了解，感谢是龟啊。。来，卡落来。我说青江菜，啊，就简单嘛，汤虾菜啊。哎有咧煮饭有差对啦。哦，了解，这多好呢。哦，你来哦，我说四季豆，面豆啊，都叫哎，都叫讲过啊。面菜豆啊，菜豆啊，菜豆啊，面豆啊，面豆，面豆啊，菜豆，面豆啊，对。冰豆啊。面豆，有两种，有一种较粗的，有一种较幼的。较幼的是冰豆啊，较粗的是豆菜。菜豆啊，菜豆啊。菜豆啊，菜豆。华语叫做豇豆。对，较粗的迄种。你这嘛是咧教出去？我是甲你讲，迄无共款的意来思啦。，这条困难的来，大绿水手捌看过无？无大力水手，有澎湃捌看过。来，澎湃我说菠菜，菠菜，但我想龟苓啊，对啦，桂林啊，一个少年仔唔知啊。我说碧琪啊，秋哪拿嘛，秋哪拿嘛，无困难，无困难。哦，碧琪你也是失败了。碧琪哦就对啊，碧琪、碧鸡。你若是不啦哦，我跟你讲，马铃薯马吉，马吉啊，马吉，哎，别好来，马吉，我说青椒，我讲大董啊，大董啊。大同啊就对了。哦，现在读大同啊，好。我说茼蒿啊，东欧，要土在一起，东欧啦，茼蒿啦，东欧咩？茼蒿另外一个名叫做还是东欧。
哦，拍某菜，现在叫做泡泡菜了。对啊，是啊因为嘛。伊个吼本来你来用一鼎做大鼎，嘿，啊因为落水就会揪，嘿，本来一鼎做大鼎，啊落去了啊揪剩一点啊，嘿啊做翁的吼，因为这个较翁较无体贴啦，啊啥拢互你偷食去安尼，所以也去拍某，嘿啊有拍某菜，颠倒变就有听某菜，啊，听某菜。什么物件听某菜？什么物件？五母。哦，五母，牛蒡啊五母地好你，好来，五母。我说牛蒡啊，跳无菜，我讲跳无菜，老师不这样讲的。我这条圣公我留我 Q 掉，我 Q 掉。我说大头菜，我讲大头菜，是吗？菜脯啊，菜脯，哎，我无听过菜脯。因为头壳壳头壳壳安尼即好种出来。菜壳。来卡了哟。好，我说花椰菜呀，我讲花菜。花椰菜虽然是做简单的，来，我说空心菜呀，我讲就简单，两字，硬菜，硬菜碎啦。我说树豆，树豆，秋豆啊，秋秋诶，秋诶豆啊，顶管的豆啊，我没找。你唔知啊？这条困难，老师这条够困难。你若去丰原啊，迄庙当夜市，伊个外口就一单卖这树豆啊。不过咱普通人拢讲啥放屁豆啊，因为食这种豆啊，做个放屁屁，所以树豆叫放屁跟韩籍讲的豆。意思。放屁豆啊，不过韩籍吼，你若皮洗好清气，甲皮做伙食，听讲就较袂放屁。哎，够来，恁两个哈来宾嘛哈，加扣一条了，给扣一条，好好。好吧？我说龙葵啊，哈，龙葵是前我无熟悉。龙葵是龙须菜吗？听过。你也在求救啊？老师，伊个细细粒啊吼，你可能细汉较生活较富裕啦。阮细汉拢去外口班即来食，啊，我靠，就有当班哦。蚵甜啊，蚵甜啊菜，底呀菜，因为伊个果子吼细细粒，啊像即摆蓝莓啦，嘿，啊毋过较细粒，毋过内底有籽啊，甜食起来甜甜安尼，这是阮细汉的四修啊啦，红色的吗？迄个桥仔色的，菜市有在卖嘛？即摆无咧卖这，嘿啊，我看过呢。真正无看过。即摆较少啊，爱家己去办。哦，底下菜。即摆外口你要办嘛可能办无。林刚，恁两个就老师去吹。好来，好来，我说法菜，哦，头毛菜，头毛菜头毛菜，是，厉害，算袂歹啊哈。足够啊啦，无。来，小弟讲了好。来买水果哦。水某啊，嘿，今日透早哇，生意真正足好啊。嘿啊。我要去补一寡货，啊，等下就转来好不好？好，啊，你快点去，快点转来。好，谢你哦。好。我说是，嘿，你要去补会啊？对啊，我要去补货啊。哦，啊，你敢有开车？对啊，我等下就是要开车去啊。那呢，你敢袂当顺便载我去？哦，应该有顺路啦吼。有啦，开一台车安尼嘛，较节能省碳，较环保嘛。对，咱就做伙去。哎，等我一下，我甲我讲一声哈。哎，哎，我甲公司去补会哦，好，啊，店互你过节哦。好，林说你哦，有没有转来啊？好。头家，人我想要食一碗面，你敢袂当帮我送过来？好，无问题，稍等一下吼。说你，啊，你放遮就好啊啦。哎，林小姐，这碗面吼，就像我的心共款烧滚滚啊！啊，你等一下聊聊食哦，紧食吼，趁烧。我知啦，多谢你啦。啊，这吼是面的钱，你看，我甲钱哦包甲安尼啦，啊内底哦有一张小秘密，你吼啊常常看到知影我的心意啊。哇，足赞的。哎，我说是多谢你呢。免啦，免客气，那麻烦你，今天就拍摄。免客气。啊，
啊，对啊对啊，拄则钱财无够，我去甲阮摕钱来行李哈，等我一下。哦，哎，等来哎，啊我等来啊哎。哎，啊，拄则哦，钱财无够啦，爱行互我先生。哎，你别冲啊，你别冲啊！我要摕钱行李啊。啊那哎啦，哎哎来啦，哎呀，哎，我看，哪有这啊哎？呦，那哎，咱钱桶里面哪有这啊？这啥？奇怪呢，这啥？金做哎，这啥啊？这不是要烧互迄种好兄弟的？无啦，嘛卖伫咱的钱桶啊！人哎，我头家，头家，我跟你讲哦，你这一定要细力处理，若无吼，恐惊你的行李会愈来愈歹。嗱，你莫黑白讲啦。红酒惨。别，莫黑白讲，莫黑白讲，迄囡仔人迄黑白便当比赛。啊，对啊，我想起来啊，前几工阮翁去补货的时阵吼，啊，一出去就1、2点钟，啊，等下腰酸背痛，讲伊足忝的要去休困，敢毋是卡着瘾啊？我莫黑白想啦，无啦，你无代志？无啦，哦无啦，无啦。照你安尼讲，咱才有可能真正无清气哦，因为阮某嘛是共款，安怎？你要安怎？伊逐工出去哦，嘛拢是1、2点钟才转来。哈，嘿，阿妈棍迄拢红红的，敢若互人输过共款，足恐怖的呢。什么啦？你即摆是咧讲什么啦？啊，就天气伤热啊，我这是过敏啦，翁公公啊，你看，安尼尔嘛，无什么代志啦，哎呦。啊，毋是啊，哪有人过敏，连骹头拢红红的，我敢有咧？车呢？我敢无啦，无这种代志啦。你是好，你莫搁冤啦，我想到啦。啊，既然大家拢是厝边隔壁，是使遮久啊，我想到一个办法当解决啦。什么办法啊？迄就是大皮姜。大皮姜哦。哦，讲人到大家紧参拜。哦，拜，大皮姜很灵验哦。这个是超无用的。千手观音啦，啊，紧拜。就观音就忝的呢。去了什么？足色的。无人哎哟，大片是拢坐直升机来哦。你讲啊，人走拄啊，剩你一个用手伫遐咧捧。哎呦，公主啊，我甲你讲啦，迄最近吼，请假，啊，我搁叫地老师吼，迄电老师啊，嘿啊，迄个地老师啊，伊的速度吼，上慢对袂调啦，只好我一个人来等绝招啊，啊，但是你公主你看。为着你的威严啦，吼，我专工做一个千手一指，无叮当的。有啦，嘿，我会滚他要紧要慢拢会使。你若我捧，我拢看别位先。喂，看待。好啦，算你是个有心啦吼。啊，迄个是娘，迄个电老师你尽量莫甲麻烦，伊也坐会啊。哎呦，大皮姜啊，大皮心，大皮心，歹势，我了做你的名叫大皮姜。买使讲无紧，恁两对啊，是不是伫庙口摆水果大家看你管你面色，安尼怪怪，啊是今仔是什么？是我欠恁钱无用代了，志大条啊就啦， 800万无用了。唔是，代志是安尼啦，啊啊，着阮翁啊，讲什么吼，卡面某。叫等问书嘛吼，系啊，来问书，阮才有 SOP，哦，什么？办书三宝。好，来。哦，头哎巾。呦，哦，我以为是绑眼睛。你是关录音啦。你要起价啦哦。什么？啊，这是啊什么？来，大皮鞋了，杠杠。嘿，你是啊，哇！我有准备嘞，来，哦，够这，好，来。你敢看会到？什么代志讲来？哎，我是想要请教一件代志啦，就是因为我甲吴先生去补货啊，啊钱早无够，我就该借钱，啊等下了后要摕钱还伊，结果发现我的钱桶内面竟然有这张啦，啊这唔知影是啥物意思，啊惊讲哦是毋是会互阮呢影响到阮的行李安尼？想讲7月半都已经过啊，哪会有这种物件？你讲的是这张嘛？系啊，
一般啦，这款顶管有3个叫做经医。普渡进行的先拜普渡讲了后，爱烧先烧经衣甲白钱，为免过经衣爱先烧呢？因为你准备的贡品有偌济，你爱邀请偌济好兄弟啊来，你也毋知影你经衣烧100张啊，结果会烧10张，结果来100个，你无够其他食。但是这张我无共款，这是用金纸落去画衫裤。有淡薄意义伫个，你可能有烫衫的感觉。烫衫，像要烫衫。来，过来，啥物问题？奇怪。大皮先，阮某大概出门倒来以后，迄阿妈棍拢红红的，啊，敢若互迄人去数粒吧，赶快数掉。我想知到底是啥物问题啊？对啊，讲我大皮先，阮翁去补货倒来了，拢软糊糊，讲伊足忝的，爱休困，是毋是阮兜有啥物歹物啊？迄卡着啥物无清气的物件？这位太太，嘿，你若要讲阮翁等下拢软糊糊，你若讲身体软糊糊，哦，别人会想去别位去哦。啊，毋过拢软糊糊啊。是像甲像去补货。像伊去补补货，会啦。阮翁合因某啦，今仔日是我嘿啦嘿啦，是去补货敢若今仔日俩等下算讲钱无够，对对所以要摕来斗，对，才去发觉到一张，是不是安尼？是，然后一个若出去了，等下就规身躯软烧烧。这查这因太太等下就是遐用树甲袂输田地去厝，就咧红一拍红一拍，花语叫做种草莓，贵宾对不对？骹头有毋那红尔，有当时乌青，是不是？对，对，足准呢。对吧？有了，有了，啊是安怎啊？大皮神啊，喂，啊你安尼看起来咧有诶，敢若唔唔知要安怎讲呢？啊，无你就直接讲出来啊，破后面啦，互信徒拢知影是啥物意思啦。听无？好啦，我即马要讲我明，要破明，但是我都爱先甲恁两对翁仔某交代。哦，我若讲了，唔通冤家啊！哦，好，哦，这个先提走，是，你莫甲我吐啦！歹势啦，歹势。我自己收到。什么多啊？金蕉嘿，你呀，你啊，来呀，手头请教这庙水过翁仔某，是，恁单这个是不是安尼摆？是呢，都对了呢。哦，看起来面色面色，这么厉害啊嘿啦，阮兜就是安尼摆的啦。其实这答案真简单，啊？都伫恁的水果担头前摆的物件，都是恁的答案。阮的答案，什么意思啊？来，我解释互你听。恁翁甲因某出去补货，你迄落吼才有一张，呀。后来恁两个翁仔某感情问题是共款，来，红色的水果代表红，昂，金蕉，你呀，来啊，来呀，是副手套。这就是讲恁翁出去了后，招你来安呢？安尼，拍婆啊吗？来拍婆啊，哎啦，拍婆，去看演唱会哦，还是啊，都拍婆啊没？安尼佫听无吗？合袂？意思就是我无是你和伊哦，啊无你伊哪会甲你借钱？啊你是去倒位啊？哈，无你讲清楚啊！你靠肯定是去补
会嘛。那你这是安怎有9万米？这是安怎有9万米？代表是袂叫你啊！我怕，啊，你是要去推上你？你是不是好你？你嘛赶快，你嘛赶快，我给好，莫个玩啊，莫个玩啊吼！来，像安尼吼，啊咧，伤空伤芳啊，就处理了，另外一半啊处理，另外一半啊伤空伤芳，想要做一寡有诶无诶代志吼。即款诶行为实在是有两句俗语会使形容，你要看觅啦吼。第一句叫做鸟鼠入风箱，第二句叫做阿母王来到水尾了。拍破鼓励，拄啊，这个剧情真明显啦吼。来，四点水翁仔某讲起来拢有问题啦吼。啊，你无伫我来去迄落，你无伫我来去安怎会啊？所以讲第一句叫做鸟鼠入风箱，第二句叫做阿母王来追尾了。因为是第一句请举手，第一句对的。哦，翁仔某意见无共款。果然你两个袂合。我是你两个话有无？斗卡啊？互补不要再讲斗卡。白小姐，因为我感觉阿母王来到水尾了，应该是足欢喜伫遐耍水的感觉。啊？所以应该是鸟鼠入风箱，感觉就走投无路安尼。你解释是安尼，你解释已经无共款。嘿，我知影阿婆王来到水尾了是什么意思？好，哎呦，秘书是今摆讲吗？莫讲，好好，莫讲所以你经历的鸟鼠入风箱是？对，就是我是感觉是咧找芳吗？我唔知，这个我较无了解。找伤芳伤工，对，嘿，找芳。嘿，我是安尼想啦。好，恁三个是经阿母王来到水尾了，水尾了。是安怎？其实我拢无选的，原因是两句我拢听无。两句毋是两句，哦，两句我拢拢听无，毋知意思。嘿，我感觉是亲门大户的意思，我感觉啦。亲门阿母王来水底了，水尾了，水底了是别位啦，水底了是屏东啦。你是咧？他在水尾了。水底了是宜兰啦，系啦，依然。啊你是该共款吗？我差不多啦，就是来遮夹做伙啦，夹做伙的意思。我感觉啊，老师拜托我了。咱先讲第一句吼，鸟鼠入风箱，风箱较好意思啦，咱台语叫风柜。风柜哦。人个拍铁啊迄吼，因为行路火爱热，所以爱抽的揪的揪的，所以安尼抽的揪的，抽的揪的，啊两头拢有空气。对。所以鸟鼠入风箱变两头拢有空气，安尼变啊两头受气。两头受气的意思处理无好势啦，结果两边拢起冤家吼，这是鸟鼠入风箱两头受气。哦。啊，第二句，因为阿母王清朝的时阵造反，阿母皇帝。哦。啊，清朝派兵来对到倒位？水尾了的时阵，伊都死伫遐。所以变伊来到遐进无步，退无路，有手伸无路，有脚退无步，伊尾仔就死伫遐。所以阿母王来到水尾了，就是啥？死路一条，哎呦，死路一条。啊，两对翁仔某安尼偷来暗去吼，早晚一定会出代志。若佮继续发展落去，真正是死路一条。哎呦，不过，这帮做参考啦。恁这个单位准备这是现代版的，古早版的是啥物？放四样果子尔，红旗、枣啊、梨啊、来啊，红旗。做你来，红旗做你来。传说中民间故事是安尼啦。另外7月10吼，因为即马大家拜拜，有诶会讲吼，爱招你来，好会甲好兄弟啊招来厝里，所以害足侪种果子吼，拢收成都无好，唔通后白讲，还是笑亏啦，无参过啦。所以唔通讲7月10唔通拜招你来，哦，这千万不可吼。有着这样物件吼，来，甲咱拍拍一个。这首一代真准备大正事，林定必所写。老师都要先甲咱处理3字，写，袂使写字字，咱写爱写字。哦，字字。这推3斤，伊唔意思是推啦，加入去。哦，你直推落，较济嘛推落，所以是这个推。
安尼讲就叫精破遐，哦，精不是弄破遐，精精是这个精，哦，我了解哈。精破呀，好，嗯，迄个翁诶，你用这边的无？哇，我真正是，你尽量。好，我尽量。加油！大食成，好难面，白米饭，食五豆米粉炒，推三斤，讲了食，讲咧食。哎，话恁某好啊，我话恁某较准，8点档较准。来请，位头。大食成，好难面，白米饭，食五豆，米粉炒，推三斤。讲到食真破鸭，讲到做闪紧紧，拜到这只神，红甲桌顶是金赢，还是神？神好神的好神神。老师麻烦你来，几字有问题啦？咱本来是讲大面神，好难面早困过换精神安尼吼，大食神好难面，白米饭食五斗，米粉炒推三斤，讲到食就真破遐，讲到做就闪紧紧，拜到这只神，红架桌顶饲金神。红架桌顶，红架桌顶，谢谢老师。感谢大家。后来再继续是高卫生的水，为林东。